将泰国国会两个上大党前进党甲为泰党让步，国会选出穆斯林政党民族党的党主席汪穆罕默德出任众议院的议长。虽然这党的宗教立场甲泰国民间信仰无相同，也毋过汪穆罕默德是表示讲会尊重民主的多数原则。 前进党党魁也是总理候选人皮塔伫国会推起79岁汪穆罕默德出任众议院议长，是唯一议长提名人。汪穆罕默德也宣布会依法履行职责，即会伫国会通过了后，各有王室批准。ที่ประชุมเลือกท่านวันมูฮัมหมัดนอมัทาเป็นประธานสภาผู้แทนราษฎรตามข้อบังคับข้อ6 วรรค 3นะ 这是伫两个上大党前进党甲为泰党的妥协之下，由皮塔邀请所组成的八党联盟投票同意。随其两大党拢摕到副议长席位。汪穆罕默德进前捌表示，为联盟能顺利执政，也接受议长职位。伊捌伫1996到2000年之间，接做泰国第一位穆斯林议长，在两大党之间得到肯定甲尊敬。 伊上任了后，第一个任务就是要决定一题，和参众两院750个国会议员伫7月中的联合投票当中选出总理。8 พรรคนะครับว่าสามารถที่จะรวบรวมเสียงไม่ให้แตกแถวแล้วก็ให้มีเอกภาพในการโหวต。第一副教为做泰国汪穆罕默德的穆斯林身份是正特别。另外，民族党的政党政治相对中立。汪穆罕默德表示，就算宗教立场无同，也会采取民主多数。八党联盟目前有312席，比参众两院过半所需要376席较低。就算这拢是皮塔为总理大会铺路，不过行起来依然是真困难。伊也需要来自敌对政党或者是亲军方参与成员的64票。不过推动修改严厉冒犯君主罪甲参与发生冲突，甲涉嫌有一间已经停止运作媒体公司的股份，恐惊已经违反规定，这拢是变数。公司新闻，黄文玲报道。